主，我们恳求你透过今天的经文，让我们效法耶稣的典范，凭着信心活出美好。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今天所读的17章1到10节，它是在谈我们在教会，甚至于我们在家中，我们面对整个共同体，我们有4个很艰难的题目，然后这个4个题目就是令人跌倒、彼此饶恕、信心增长，以及我们服事的态度。所以今天这段经文，我们从上下文连贯，我们来诠释、来应用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家庭里，在我们在教会里，我们都能够活出美好的人际关系，活出美好的服务的态度。好，我们来看第17章的1到4节。我们先看第1节跟第2节。耶稣对门徒说：“谤导人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那谤导的人有祸了。”这里一开始提到谤导人的事，这个希腊文其实是使人跌倒的试探。所以那个绊倒原来是指的什么呢？是指的那个陷阱的那个诱饵，那个诱饵下面有一根支撑的杆子啊。如果一个人去吃那个诱饵，一吃的时候就拉动了那个杆子，然后呢机关就夹起来。所以今天讲的这个绊倒的事，就是拉动陷阱的机关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，那个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所说的、所做的，我们的生活都可能成为别人的障碍物，诱惑人犯罪。所以这显然是很严重的，免不了的。但是设障碍物的人难辞其咎。所以说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也没有想到是他自己要来的。这个观念。所以耶稣要教导那些法利赛人，你们误用财富，误导人走岔路。然后呢，他说我们这些做主门徒的也要小心，我们可能像法利赛人那样，我们都面临试探。人因试探而绊倒犯罪，在这里耶稣没有提到撒旦的绊倒，反而警告我们。其实他警告门徒，但是他警告我们绝对不要使别的基督徒绊倒，使他们失去信心。这是一个好可怕、好严重的事，对耶稣来讲非常的严肃。因为我们真的要谨慎，不要使人绊倒，尤其是小孩子或者灵性比我们软弱的人。第1节说，那绊倒人的有祸了，那证实这个后果真的很严重。他说你如果绊倒人倒不如你自己被溺毙啊，你死掉了，你就逃避那个绊倒别人所面临的祸害。那个磨石是磨骨力用的重石头，所以那表示说那个祸害很严重，不如你这个人那个横死惨遭横祸还比你绊倒人还好。这句话我们很难了解，但是我们了解一下那个被放在财主门口的小子拉撒路的故事，我们就知道那个财主，请问他有没有做什么坏事？没有，我们上个礼拜讲的。但是他就是绊倒人。好，这是我们在教会里、在家庭生活的原则。这个小子可能指着我们的儿女，指着幼嫩的信徒，也可能指着任何弟兄姐妹，男女老幼单纯的人。那这时候要我们不要绊倒人，意思就是要我们活出典范，别人四周围人眼睛都眼睁睁的在看我们基督徒在做什么。所以很多人对基督徒说：“你们不应该这样做，我们可以。”我们听了就觉得很难过，你怎么对双重标准对待我们？可是我们仔细想一想，这一些人其实是尊重我们、尊荣我们，我们应该可以做得更美，而他们自己是贬义自己，说我们不行，我们不能。所以我们
被人家这样的攻击的时候，不要觉得难过。好，第一节说完了以后，马上进入第三节来。我们看，刚才耶稣说不要使人绊倒，不要得罪人、伤害人、贬义人。现在耶稣讲相反的话，说如果有人犯罪，或者有人得罪你的话，怎么办？耶稣说：你们要谨慎，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，就劝诫他；他若懊悔，就饶恕他。他若一天7次得罪你，又7次转回说：我懊悔了，你总要饶恕他。这个很不容易。圣经的原则是，如果有人得罪你，我们要单独的跟他讲，努力的劝诫他，跟他和好，而且让他知道你是如何的得罪我。这是耶稣讲的第一部分。那第二部分也很不容易，第4节爱心的饶恕。如果我们劝诫得罪我们的弟兄，他真的懊悔了，他说啊，拍血啊，对不起，然后跟我们道歉。那通常我们都说啊，对不起就可以了，你要改呀。啊，结果他又不改，然后又说对不起，你就说你到底有没有诚意呀？要改呀，又不改。所以我以前对我爸爸常讲这种话道歉，我爸爸干脆都讲说：你4个钉啊顶了改呀，你4只钉子钉下去就改了，意思就是你就死不改，事不过3，你死不改。哦，这是人间的标准。好，可是耶稣说一天得罪7次呢？哦，那个7次不是真的7次，说啊，第8次我就不可以谅你。7的意思是完全呢。所以他每天跟我们道歉，我们就每天这实在是耶稣的门徒就说这实在是难啊，求主加添我们信心啊。他们要耶稣增加他们的信心，因为他们知道信心很软弱。耶稣的话实在是很对，他们心服口服，可是就是做不到，所以才这样子。其实耶稣的门徒说很难哦，对我们来说也很难呐。跌倒的人死不改，我们还要无限的饶恕。所以耶稣说一天7次，不是说第8次就不要饶恕了，他是要70个7次，就是完全的意思。一天重复7次得罪同一个人，这对那个得罪的人，我们都会对这个人的悔改产生怀疑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信徒的表现就是，你敢说，我就愿意饶恕你，我的本分就饶恕你。这个难不难？这有点难哦。好，所以呢，第5节跟第6节呢，就求主加添我们信心，而且这个是众使徒哦。那个使徒是复数的，众使徒都显然一致认为，不绊倒人已经很难了，温柔的劝诫人是难上加难，那完全的饶恕人，那简直是登天还难。耶稣啊，你专门教这种我们做不到的，这需要极大的信心。所以他们都对耶稣求主加添我们信心，意思就是实在太难了。主啊，你加添我们爱心，可是爱心是很难，所以保罗说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就是坚持到底的。这个，所以他们其实门徒意识到在共同体啊，在我们的家庭是我们的生命共同体，教会是我们的信仰的共同体，我们都感到很难，因为信心可以抓住未见的事，领受能力来支持我们现在的生活。所以求主加添我们信心的意思是，主啊，让我们看到永恒的里面，具有更大更坚强的把握，我们就可以活出你的要求。我们知道耶稣肯定可以做得到，同意吗？对不对？耶稣现在在我们今天读到路加福音路加24章，耶稣升天的时候，请问他的手是举起来为我们祝福，所以耶稣在天上呢，也在为我们祷告。保罗就抓住这个重点说，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呢？有基督已经怎么样称他们为义了，对不对？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现今活在上帝的右边为我们代祷。你知道魔鬼怎么控告我们？魔鬼控告我们是昼夜不停的控告我们。昼夜不停的意思就是，魔鬼控告我们是夙夜匪懈，死情死勇，一心一德，贯彻始终。魔鬼永远一直控告你呢，半夜也控告你呢，午夜梦回还是控告你呢。
他控告的时候呢，耶稣怎么说？你不要鸡婆，我已经为他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们胜过他，这启示录第12章胜过他，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耶稣有能力，也肯，他可以赦免我们啊。我们呢？对不起，我是人呢，我不是神呢，了解吗？牧师也是人呢，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好多牧师不原谅人都说牧师也是人呢。所以怎么办？我们只有借着信心与耶稣连结，就能够得到罪的赦免，也可以得到救恩跟得到永生。所以这些都比叫一棵黑桑树投在海里大多了，伟大多了，重大多了，对不对？我们重过犯，神都可以赦免了。那这里很显然，使徒们的要求很精彩。他说：“主啊，求你加添我们信心，让我们跟主耶稣你连结，所以我就有勇气。主怎么饶恕我，我就怎么饶恕我的弟兄姐妹；主怎么劝诫我，我就胆敢去劝诫人。因为我们劝诫人很难呢，不好意思呢，背后讲比较好意思呢，了解吗？劝诫人我们很胆怯呢，背后骂人我们很勇敢呢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很难。所以他们求耶稣，加添我们信心，表示我的量不够大了。耶稣你的量大的，因为你无限的能量。我还要说你不是我不愿意是我太小了啦。好，那耶稣怎么回答呢？耶稣的回答相当的吊诡，而且是用象征性的。他说：“你们若有信心，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棵桑树说：你要拔起来，栽在海里。”黑桑树是好拔的吗？了解吗？在海里咸水呢，怎么栽得下去？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意思是什么？不是叫我们做无聊的事整天去那边做这个，不是。耶稣的意思是，你的信心大小不是问题，不是问题。只要像芥菜种子，芥菜种子的意思是说，那很小很小。那黑桑树呢？他讲的桑树、黑桑树，它扎在地里可以长达600年，非常稳固，难以震撼，难以摇动。所以耶稣用这两个极端的比喻，不是要叫他们做那个干无聊的事，真的把黑桑树投在海里，不可能。好，耶稣说的是什么？更深刻的教导：信心不在于量的大小，而在于像那颗芥菜种子是有生命的，是有生命的。所以更重要是在质，不在量。质的意思是信心的真实性。如果有真实的信心，所以那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如果像事实一样，那个希腊文的意思是这样，所以那果效就出来了。关键是你的信心是否对象正确，对不对？信心的价值不在信心的主体，那是自信心。所以今天各教会尤其那个比较灵恩跟偏重信心神学的，不成功神学的，都强调自信心。你要有自信，信用卡拿出来，你每个月赚多少，凭信心奉献20%，神会加添你更多。好多人奉献下去变成卡债，什么自信心？那教会在鼓励人自我膨胀的自信心，这错的。我相信我能飞，我信心很大。我从17楼跳下去，地心引力遇到我没有效，你跳下去看看，地心引力还是有效的，了解吗？不能说自我膨胀就可以决定。我有信心，你虽然这么恶毒，但是我只要娶到你，我就可以把你感化像绵羊，可能吗？那是自信心我信心很大，那是自我膨胀信心的对象才是重要。所以我们不是自我的想象、自我的投射、自我的宣告。现在教会里面到处宣告，我每次跟这些人祷告的，我宣告我的孩子好，然后宣告他可以什么，我可以成为格里汉，成为布永康，我可以什么，我整天宣告。我说你想太多了吧，牧师你怎么可以没信心？你认罪悔改。这个是自我投射、自我宣告。我们所信的，如果不是耶稣基督，那无论你信心多大、多强，你的信心多残。如果你的信心是耶稣基督，
不管你的信心多小、多软弱，你的信心就够了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的是，跟基督耶稣连结的信心，就是跟那一位万能的创造主的上帝连结的信心，那是真实的，那任何事才可能。所以在耶稣的眼中，真正的危机不是使徒的信心不够，而是他们的信仰是死的，他们没有跟耶稣连在一起，没有真实的连结。前几天台风的时候，有个人就去巡查了，每个窗都关好了，结果台风来那么打开，原来那个关是假的关呐，只是保全还可以，但是没有卡住锁住，所以风一吹就倒了外表看起来都一样其实不是。所以那些真正的信心是活生生的照主的话去做。有一个人他在那边散步说唱主啊你真美好，结果他摔下去，你知道吗？摔到哪里知道吗？摔到悬崖里面去。他说主啊救我，结果他还有抓到一棵松树。他说感谢主，主有恩典有怜悯。看发现那个松树的根部一直在冒土泡，那个土泡越冒越大，他的汗呢就冒越大。他说主啊救我了，那个土泡冒下去我会掉下去了。主耶稣就出现了说你把手放下。他说不行啊，放下会死。两只都放下，结果他放一只手。主耶稣说放下，他只要放一根指头。一根指头更大，压力强度更大。主耶稣说放下，结果他说好了，一放下。结果一放下的时候，那个树也掉出来了。结果呢，发现它离地只有2公分，按住了。那你在那边挣扎了那么久，有没有相信？真的信，那叫做活泼的信心呐。所以信的重要性就是信的对象跟你真正跟这个对象的连结，相信他的话语。对上帝而言，一切都可能的。当上帝的能力赋予一个人的时候，这个人能力就跟他的使命连接在一起。所以显然前面那3件事，做典范不谤导人，单独的去劝诫人跟赦免人，这些都连接在耶稣的身上，我们就可以做得到。好，第3个17章的7到10节说无用仆人的比喻。最后一个主题，耶稣单刀逐日的讲一个比喻，说你们谁有仆人耕地又放羊，从田里回来，就对他说：你快快的坐下吃饭。不对，当地的主人一定说：你给我预备晚餐，束上带子侍奉我，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。人照自己所吩咐的去做，主人还感谢他吗？他们做完了，只是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我们所做的是我们应分做的。好，耶稣第7节到第10节，我们要了解这段圣经，要跟前面的1到6节结合，因为他们跟耶稣基督一连结，他们有信心做1到6节的命令。他们一有了信心以后，耶稣说：你们要当心，你会赦免人，你会劝诫人，你会这些这么多，你做了以后，你只能说：我只是一个无用的仆人，我所做的是主的吩咐。要我们说，不要有属灵的骄傲了。好，这个比喻用当时犹太的农庄的生活的背景，主人翁是农庄的主人跟他的奴隶。所以奴隶白天辛勤工作，主人不会叫他吃晚餐。虽然我们的主耶稣会这样做，可是而且主耶稣做的更多。可是，一工作结束了，你的事情没有结束哦，奴隶没有上下班的哦，你晚上还要备晚餐哦，吃完了以后还叫你洗碗哦，还叫对不对？还可能要叫你帮孩子什么刷牙漱口，还一大堆做不完的。好，这个比喻很容易懂。当人有这个信心，我们要规避骄傲。因为耶稣用世俗的奴隶的比喻来教导我们谦卑。主耶稣要我们完全当门徒，达到耶稣基督所吩咐的，我们态度该如何呢？不能说我做出了超出主耶稣所做的，我代志这个我压缩甘心，我压缩甘心还有给耶稣称心。我们不是，我们都会想到我做这么多了，那主怎么没有赐福我？我的孩子怎么没有考上台大，对不对？结果考上台大补习班，
对不对？我的儿子说：“我这么认真，我怎么考？我应该考上附中，结果怎么没有到信义路的附中？结果跑到北投的附中、复兴高中。”类似这种，很多人都会这样讲。好，请注意哦，那个希腊文的那个无用，哎呀，我们的和合本翻作无用哦，实在是很糟糕，这很合乎中国文化字贬呐。其实它的意思是不配啦，希腊文的意思是不配更贴切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做了那么多，我们没有产生利益给上帝，我们没有给上帝带来什么好处，所以我们也无权向上帝夸口。或者向上帝领什么奖赏？我们尽所能的做一切，只是我们本分应做的。上帝赐给我们生命，又赋予我们生命的意义，而且人按照上帝的律法去生活，完成上帝所吩咐的使命，没有理由自夸。然后人忠信能够完成神的使命，也不能期待什么奖赏，这是我们的本分。但是服事本身就是恩典。好，我们来反省今天这段经文。第一个，活出美好的关系，我们来反省一下来。今天的经文实在很简短，也很简单。不谤导人，第一个，我们不谤导人。耶稣要我们跟随他的人，在教会、在家庭、在社会中，要成为众人的典范。保罗也跟提摩太说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所以我们注意，当我们愿意做人家榜样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眼周遭的人都看我们，我们要比别人多走一里路。所以我们不可以故意设下陷阱，使人跌倒。所以不用去故意试探人不用故意去惹毛人但是我们更要小心，因为最终这个人跌倒，他的罪没有我们设陷阱的人罪更大。这个，所以我们要小心。好，第二个，我们要学会责备人。我们不仅不该造成罪恶，我们要反对罪恶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所关心的人、家人、弟兄姐妹，当他得罪你的时候，你要去责备。那个我们的圣经翻作劝诫，其实圣经的原文的意思是责备。哇，糟糕！这个责备我们的华人的责备就跟圣经的责备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在这里的希腊文的意思是我们不是吹毛求疵的态度，因为我们下面就解着饶恕了嘛，下面的经文是饶恕嘛，所以这很不简单，因为我们不会劝诫，反而当面的辱骂跟贬义，对不对？而且公众的辱骂跟贬义，或者我们在背后讲人的坏话。所以请注意，责备跟辱骂是截然不同的。圣经所说的责备是出于丰盛的爱心跟同情心，辱骂呢是出于心里面的泄愤、痛恨，这两不一样。责备是出于丰盛的爱心跟同情心，所以他的语气非常的温柔而坚定，所以真正的责备是轻声说重话。所以坊间有一本书，我带过妈妈的成长班、夫妻成长班的时候带过，叫做《大声赞赏，小声责备，公开赞扬，私下劝诫》。这本书很不错可是我们都做不到，我们不能习惯。所以这个犹太人他们希伯来人的话的责备的意思，就是我对孩子大声赞赏，然后呢轻声责备，轻声说重话，但却不优柔寡断，不对罪恶妥协。所以他的目的是要挽回人心，拨乱反正。辱骂是为了怎么样？逞一时之快，泄愤。所以他的目的不是挽回人，是丢弃人、羞辱人。所以他不是拨乱反正，他是正反乱拨，对不对？辱骂人是正反乱拨那责备呢，是内容是就事论事，指出你具体的内容。辱骂是你这个人呢，了解吗？你这个人被人家讲成这个人，你死不改变，所以这两个不一样。
你知道那个辱骂是心中怨恨、苦毒、自义跟瞧不起，目的就是要羞辱你、贬义你。内容就是论断人、羞辱人，而且辱骂会什么样？会夸大化。你总是这样，你每次都这样，有没有这种话？你讲几百遍都夸大。那我们的孩子说：“爸，你只要讲2遍。”你就硬吹硬气，你每次都顶嘴。他说：“我没有，只有这次告诉你，你犯错了，了解吗？”我们都是每次总是讲几百遍了不然的话，这种叫夸大化，第二种叫灾难化你惨了，你糟糕了你气了了，你不能用，你无三小路用，都是拜托吃饭慢一点就无三小路用，那是不是不然就末日化，你完蛋了，你死定了，你没救了，对不对？都是这样子。所以请注意，耶稣基督叫我们单独劝诫的时候，那个是责备，但不是辱骂。如果我们了解这个原理的时候，是轻声说重话，是就事论事，希望挽回，完了以后还要去抱抱，还要亲亲。所以我们都鼓励做妈妈的、做爸爸的，责备小朋友的时候，一定要蹲下来，轻说重话，然后呢，讲完了要抱他、亲他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我们一责备孩子，孩子都会说：“妈妈抱，妈妈抱，爸爸抱。”他说：“不抱你了，抱不乖，你给我出去。”结果孩子都觉得他是被遗弃的，不是被挽回的。好，这个观念。好，第3个饶恕人。这个饶恕圣上讲的饶恕很精彩，那讲的责备很精彩的，那饶恕更精彩。所以我在准备的时候，我一直在后悔，我这一生太读圣经没有这么深入读我都常常犯很多错。好，来我们看饶恕人。劝诫弟兄很难因为我们太惧怕人，怕得罪人，也怕自己情绪失控，同意吗？所以我们一直饶恕人，更难上加难。我们跟弟兄姐妹要和好，好难我们比较喜欢自己心里面含着怒气，美其名叫做修养，对不对？修养就是喜怒不形于色。然后我们在向人诉苦，美其名说我们要寻找出口，免得闷死。对不对？结果我们使自己闷死，不能使别人闷死。然后，张三弟兄李四姐妹你知道他做什么吗？然后呢，还有一句台语，你们听懂吗？我讲给你们听我跟你讲，你不要打别人讲，你别人讲我们来讲，你也别人讲我来讲的，听得懂吗？恶毒羞辱说爱讲饭堂，唔爱讲饭堂，唔讲饭堂，唔爱讲饭堂，唔讲饭堂，唔爱讲爱讲饭堂，听懂吗？客家话就是说这个是诉苦。其实我们要跟主耶稣的门徒说：“主啊，求你加添我们信心呐。”那个真正的饶恕有人说 ：“You must forgive and forget。”你一定要饶恕，我再忘记。这句话太难了。有一个牧师讲道的时候，就讲那个 “You must forgive and forget”。我们中间愿意这样做的，请举手。结果看到那师母举手了，他说：“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”结果一做完礼拜去吃饭的时候，他的师母又数落他：“你这个犯错，这个犯错，犯错。”他说：“你不是答应我已经 forgive and forget 吗？”他说：“对，我要提醒你，我已经 forgive， 我更要提醒你，我已经 forget。”他说：“你拜托饶了我吧，你不要再一直提醒了吧。”好。你知道吗？不原谅人其实是很笨的呢。为什么？不原谅人就是拿别人的犯错来惩罚自己，同意吗？拿别人的犯错来惩罚自己，然后不忘记更笨，因为我们把别人的犯错惩罚自己已经不公不义了，然后我们要一再想起重播那伤害我们的画面，甚至于五味梦回。还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，对不对？那折磨一次，那讲人话的都挥走了，结果我们把它 keep 住，然后呢，精彩重播，然后不断倒带，还唱遍跳针，一直折磨自己。人家只有折磨我们一次，我们呢？人家说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就是我们被伤害而时习之，不亦苦毒乎？这个活得那么辛苦干嘛？耶稣在这里教我们什么呢？跟信心连结，叫做 "You must forget and forgive"。forget 不是连在一起的 forget 不是，是 forget。因为我们领受基督的饶恕，因为我们这领受恩典跟慈爱，
我就以恩报恩；我领受这个爱，我就以爱还爱。每当我想起人对我的伤害，真的逼到我好像变成强迫症一样，只能记着这个。这时候我就要怎么样？一再的领受恩典，并且宣告说：主啊，这个人伤害我，但是你爱我比我被伤害更深，你一再的饶恕我，所以我领受你的饶恕，所以我就要宣告我愿意饶恕他。这对自己的配偶、子女、父母跟牧者特别需要，尤其不要含怒到日落，同意吗？真的好。第二个，活出美好的信心。活出美好的信心，这里告诉我们要跟耶稣的连结，是跟耶稣的生死复活升天连结。耶稣的生成为我的典范，耶稣的死，他为我而死，我为他而活。耶稣的复活的大能差遣圣灵住在我里面，我靠着主，所以我跟上帝的关系因着耶稣的生死复活升天，我就和谐了。我并且利用这样的恩典，成为我行事为人的基础。这样子，所以信心的基础使我在上面建造，我领受好的恩典。然后呢，这个信心还有一个特色，就是效法基督的服事。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没有提到耶稣基督怎么服事我们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刚好讲的相反，第7节、第8节说：你们中间谁有仆人耕地或放羊，在田里回来，对他说：你坐下来吃饭吗？对不对？这是世人的做法。其实耶稣在讲的时候，他的门徒马上听得懂。为什么听得懂？因为路加福音12章35节到37节，我们今天是17章，但是12章怎么说呢？他说：你们腰里束着带，点着灯，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。从婚姻的筵席回来的时候，他来叩门，就是主人叩门的时候，立刻给他开门。主人来了，看见仆人警醒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是在告诉你，主人要叫他们坐席，自己释放带子前来侍候。主耶稣在讲那个我们愿意警醒等候主来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当我们到天上的时候，就怎么样？啪，大逆转。跟上礼拜讲的大逆转一样，对不对？上礼拜讲的那个财主居豪宅，吃香喝辣，天天挤高梅，置别人于的痛苦，视若罔闻，置若无睹，对不对？结果他到地狱里面大逆转。那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，好像是吃亏，使别人蒙福的人，好像是吃悲。我们吃亏又吃悲，可是到天上的时候就大逆转。我们上次讲到的是阴间的大逆转，这讲天上的大逆转。所以主论到他自己，他的仆人做完一切工作以后，主耶稣要叫他们坐席。好，来，我们看老底嘉教会。老底嘉启示里面有没有说：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？有没有？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主耶稣在我们的心门叩门。当我们开门的时候，邀请耶稣进入来的时候，他要请我们吃饭，他请客，他做东，而且他让我们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主耶稣在受死的那一个晚上，他2次服侍他的门徒，那个门徒是他的仆人。第一次是给他们洗脚，对不对？耶稣洗完了脚，就穿上衣服坐下来，对他们说：我向你们所做的，你们明白吗？你们称我夫子，称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。我本来我就是你们的主，但是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。耶稣清楚地说明他的身份那么尊贵，那么伟大，但是他来服侍他的仆人。那个是当时的文化，那是仆人的职责啊，应该是门徒洗耶稣的脚才对啊。那个晚上，耶稣这样做，然后呢，接着耶稣又服侍他们第2次，耶稣用他的身体宝血给他们吃，就是圣餐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想，每次领圣餐的时候，就想说：主啊，感谢你，你这么服侍我们，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用你的天上的灵粮、救恩的福杯养育我们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。宝血给我们吃，赦免我们的罪。
所以这是很美的。然后接着呢，耶稣圣餐完了以后，说我们走吧，然后去哪里？去橄榄山，去客西马尼园祷告。然后接着第3次的服侍他们，就是惨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今天的福音没有提到耶稣如何服侍我们，但是耶稣基督他的教导永远是厚于他的榜样。耶稣的榜样在教导之先，他如何服侍我们是我们福音的核心。我们就借着这个信心，以我们服侍我们的主结合，然后服侍你的主为你做了这一切，而且耶稣基督还天天的服侍你，借着圣灵的圣经的道跟圣灵的喜服侍我们，使我们得救。所以我们应当活出这样的生命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好好的当主耶稣基督的仆人。越当仆人越卑微的话，耶稣基督反而把我们升高。当我们服侍这些人的时候，尤其弱势者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服侍主耶稣自己。马太福音25章4节这样讲。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就活出了这样的实力。求主帮助我们，靠着耶稣基督活出美好，成为别人的福星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敬拜你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你的生死复活升天，不但给我们带来救恩，也给我们带来能力。主啊，你的救恩让我们无条件的爱临到我们，我们愿意领受。我们愿意领受你的赐福，并且我们来称颂你，而且我们能够把你所赐的福气成为我们跟别人的分享。主啊，赐给我们恩典跟能力，使我们活出典范，使我们活出责备，使我们活出挽回人，也活出饶恕。奉基督耶稣的名，阿们。